後塘溪點解咁好玩？因為好多比較深嘅潭可以游水，會覺得好消暑，好多打卡位。點解行間咁傷膝頭哥呢？因為好多時我哋忍唔住會跳躍啦、大攬步啦，咁對嗰個膝頭哥關節嘅衝擊就比較大啲。尤其是如果年紀越大啊，肌肉流失啊，就比較紮實啲。好多時我哋要手腳並用，用好多手力嚟支撐身體，尤其是如果石頭比較跣嘅時候。一句講晒，如果你想短短地消下暑，呢一條係非常唔錯嘅路線。